前面發生緊水務下打示威市民，跟住水務下就連中副都打中差佬，打到塊面，跟住差佬即刻出示委任證，即刻俾人拍咗。跟住嗰個大陸嗰啲水務客咧，靚仔嚟咗3個，一拳就打中個便衣差佬，跟住嗰個差佬即刻出示證話，警察，即刻走啊！即刻俾人拍咗。